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0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反送中对昨暗开始，警方发生大规模抓人行动，真侪示威者的头人拢去用抓去啊！郭台铭的幕僚讲，过党若要选，一定是独立参选。郭文定也讲，过党若是无爱选，就要找宋楚瑜提名伊家己。在今仔日家己民雄透早传出枪声，歹徒加警察3起案件，大尾嫌犯是出来投降。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台湾的消息。今仔日透早8点多，伫家己民雄有听到枪声，警方收到报案了后，也随赶到现场。不过，这个歹徒甲警方两个人是硬拄硬超过5点钟，嫌犯的朋友甲苦劝，伊才出来投降。警方也伫嫌犯所在所在抄到2支长枪，11支短枪，以及着真侪枪支。甲姓陈的嫌犯对枪过程中，不时传出爆炸声响，互警方唔敢大意。好在透过嫌犯朋友的劝说之下，总算结束将近5点钟的警匪对立。警方随后伫嫌犯大所在抄出2支长枪、11支短枪、178粒枪支，枪支阿捌34个改造成的零件一批，甲1粒土制炸弹，火力真惊人。那我们本来是准备要攻坚的啦。那检察官到场也是赞成要攻坚，那就他朋友也说等他们一下，这样也是最圆满，没有死伤也是最圆满。警方调查，这40岁姓陈查某人有台人枪炮毒品，组织犯罪等真侪项前科，因为杀人未遂被通缉。自发当时正咧甲朋友讲电话，对话声音伤过大，被其他房客要求降低音量，生气开枪将人劫持。好在房客伫被劫持30分钟后，趁机回逃出来。他叫我不要动啊，我也很紧张啊。哦，你让他你让他照出来。你动时要压偌久啊？被压30分钟。你那请他跟等下时间定照出来。只要有机会就偷打。到现场之后还有持续再开个2-3枪，那这边我们赶快紧急封锁现场，把周遭的道路全部封锁管制，然后增加后续的支援警力来在现场做一个戒护。嫌犯伫朋友的劝解之下，先交出第一批枪，15分钟了后，也伫朋友的陪伴之下投降，并且伫警方的介护中去侦讯。警方表示，详细嫌犯的犯案动机甲枪的来源，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郭台铭改想要选2020年的总统啊！郭台铭结束中党的行程，回来到台湾，伊当场来宣布讲，所有的阿拉伯会来应伊。若准伊来当选，就会调降去因遐的签证费用。郭台铭幕僚也讲到，国党若是要来选，一定是独立参选。台北市长郭文哲也来讲，国党若是无爱选，9月17了后，伊就要来找宋楚瑜参详讲，会当来提名伊家己。中秋起义吗？中秋起义吗？开除党籍怎么办？当结束中党的行程，回来台湾，媒体问讲，当时要宣布参选，郭台铭无加讲啥，啊，毋过伊当场宣布，甲沙地阿拉伯方式会面了，对方答应，若是伊当选总统，会调降台湾去3国的签证费用，会给我们很特别的价钱哦，就签证费，希望呢，这台湾中华民国能够跟沙国呢，能够开始呢，大家能够建立有更多的经贸。外交往来的关系。甲3国讲到签证费用，郭台铭要参选的态度真明显。传出讲亲民党有意思要用政党推销的方式，互郭台铭门票来参选2020。郭台铭的幕僚第一届开嘴讲，郭台铭若是要参选，会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来参加2020。郭台铭先生他有决定要参选的话，他会以独立参选来做参选人。不会跟任何政党合作的意思吗？目前没有这样的考量。9月17号之前，我们一定会跟大家来宣布。郭台铭看起来就是想要选，大家镇南宫当市长颜清标特别发声明，甲郭台铭甲王金平来发声。面对历史关键大是大非，请郭王2个人以大局为重，暂时较委屈的团结帮助国民党。郭台铭的幕僚是回应讲，郭台铭以台湾大局以中华民国为重。王金平方面是表示，所作所为拢是要维护中华民国，保护台湾的主权。另外一方面，台北市长郭文哲接受《天下》杂志专访的时阵，第一届讲到，若是郭台铭无要参选，9月17以后就要找宋楚瑜来参选，讲要来给伊提名。对啊，9月17号是我们自己去联署嘛，靠我们自己力量去联署嘛。那过了9月17号之后，
那除非亲民党要给你那张门票，亲民党那个就是完全是，就是说，都操之在人，不是操之在我嘛，所以这个就不是那么有把握。2020大选过关王3个人合作革命，即马佮加上亲民党，一定会拍乱哪力选战的卡路，嘛，互2020大选的选战增加更较侪变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为着要以实现伊选情的政见，高雄市政府下晡也公布讲，有4个会使去爱情摩天轮的基地，也召开了说明会，大约有40间的厂商来参与。韩国瑜也特别赶到现场来发声，希望在年底时阵会当顺利招商。不过基地拢毋是市政府的资产。高雄港务局也讲，在今年5月就提醒市政府讲敢若剩一块22公顷以下的土地会使来开发。议员也批评讲，市政府就无超好土地代志，就赶紧要来招商，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从厂商到高雄港区看落去，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期间一直强调的爱情产业链正式召开招商说明会，首先是要来兴建爱情摩天轮。这个还要看厂商的意愿，还要经过一些土壤的调查，还有跟相关有关的单位来协调配合。不管怎么样，高雄市政府一定会从招商，如果成功之后，会从管理的角色转化为厂商的伙伴关系。现场也公布爱情摩天轮可行的4个所在，包括高雄港的4号到8号码头、16到18号码头、21号码头，还有位伫爱河上游的中岛湿地。盐谷3个所在拢伫高雄港港内是国有土地，一个是私人土地。港务局讲，今年5月已经甲市府讲，多数码头有爱使用，敢若剩一块2公顷土地应开发。而说明会结束了后，议员也批评招商是骗局。高雄市政府真的能够取得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机关，包括中华民国国有财产署，包括交通部航港局这些机关的同意函吗？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担忧。这一场招商说明会千万不要变成是一个诈骗的说明会，因为8字没一撇，如何让大家来投资？盐谷市府强调是正做招商的介绍角色，若是有厂商愿意投资，会协助取得土地。港务公司也好，土开公司也好，他们所提出的20公区的开发计划里面呢，其实本来就是我们3方要共同协调。我想这不是单方向。市府认为努力拍拼就有结果，希望年底能正式招商。而韩国瑜想要兑现政见，同时也无用伫参选总统。盐谷党内整合无进度，有立委提出加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搭配，赶紧来促成党内团结。我们不要有求任何的位置，也不要谈任何的位置。今天国民党需要的是大家能够放下个人，以大局为重。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立委都有很多的焦虑。无要求要什么位，不过如果支持立委，到底是不是愿意2个人搭配？韩国瑜对此也未表示态度，而朱立伦的讲法也真保留。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而且中国也一直拢无放弃用武力来对付台湾。咱国防部在今仔日将108年中共军力的报告书送到立法院，也讲到中国解放军伫2020年以前，已经会将战争的准备做好势，而且对台湾的恐吓也是愈来愈坦白，也会将这个定定出现变作是常态。专家也分析讲，解放军直接训练就会较棘手，也可能会降低台湾的戒心。中共一直强化军力，即阵拢无放弃武力还台。国防部30加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送到立法院，除了强调共军在2020年以前完成对台全面性用武作战准备以外，对台湾的武力恐吓也无搁再隐瞒。中共从来没有放弃，没有犯台，对我的文攻武吓也从来没有间断。国防部将持续的强化建军备战。报告指出，今年3月底，共军军机一度超过海峡中线；6月到7月，三军联合操演，也有远海长航训练，拢加大对咱军事的威胁。专家分析，共军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常态化，除了用熟悉作战的模式，更加有互国军降低戒心这个作战的目的。我们的军方要怎么去因应它？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因应，或者是要因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个势必会牵涉到我们军力的一个消耗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未来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疲于奔命这样一个状态？
中共继续来换装新型的攻击直升机，装甲车甲海军的巨鹰3型箭射弹道飞弹射军备。头一只家己测出的航艦有记载今年服役。专家分析，中共唔拿个重点放伫大海，主要目的是正做全球最头的霸主，要甲美国来比较一粒悬低，才会继续来扩大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反送中是小媒体，唔那有社会人士防攻击。香港警方伫昨暗也开始抓人咯，包括着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柯瑞武，都因为涉嫌着煽动民众组织、妨碍办公等理由，被逮捕。目前，黄之锋甲周庭用着1万港票来交保，其他人是各地拘留。6月份才打出个落尾假日去反送中抗争的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30早起传出讲要去地铁站的路呢，当场去互抓起来，而且用带去警署总部，因为黄之锋预计9月份要来台湾，而且拜访民进党，时间点是真敏感。落尾香港政治另外一个成员周庭嘛伫厝内去互抓。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社是以香港警方30日港督组织来报道，证实黄之锋涉嫌煽动他人参加无经过核准的集会，等3项罪名，周庭嘛同款涉嫌相共的2項罪名。就係相信咧，呢個搜捕嘅過程咧係會繼續嘅。你見到政府不斷散播白色恐怖嘅氣氛咧，其實咧呢個搜捕一定會繼續啦。2個人涉及6月2日伫金鐘甲灣仔案件，得到核准以1萬塊的現金來交保，案件簽到11月7日才決審。另外，主張港督的前香港民眾黨召集人陳浩天，2號要坐飛輪機去日本的時陣，嘛去互警方扣留。還有民主派沙田區的議員柯瑞武嘛伫30用阻礙辦公做理由來甲伊抓起來。好心林鄭月娥放過香港人，放過我哋嘅年青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沙田區議員出面聲援，而且要求林鄭月娥幫香港人刷。另外一個立法議員鄭松泰下晡伫天水圍出席活動時陣嘛去互抓，還唔知是啥物原因。香港學生會前會長孫曉蘭嘛因為涉及損害財產去互抓。警方24點鐘以來就抓這濟人，情勢是真緊張。面臨8月31日遊行去互警方駁回，今日會當宣布取消，而且嘛來向市民會失禮。係會繼續以同樣嘅主題去申請遊行，直到成功為止。係啦，而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不停咁作出呼籲咧，係啦，就叫一啲咧和平嘅人士咧係盡快離開嘅，係啦。咁我哋嘅目的都係回復翻個社區嘅秩序。香港警方證實2到暗到30，開始個抓7個人。強調講抓人的時陣是未考慮到對方的背景，還是政治立場，是公正地處理代志。路透社是報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要向北京交反送中抗議人士的5大訴求的評估報告，認為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會當幫助化解政治危機。不過北京拒絕林鄭意見，而且要求袂當答應任何一項。林鄭月娥是佇人面冊鋪影片，寫講愛保守香港這個家，敢是對抓人還有遊行表示嘛，引起大家注意。記者綜合報道。參與反送中抗爭行動的民間人士，甚至是區議員，攏被逮捕啊！香港民間團體也認為講，香港政府唔拿限制合法集會的權利，而且閣要來算總銷處理這些示威者。有民主派議員認為講，這就是紅色恐怖。这里就是灣仔警署，上午香港众志的秘書長黃之鋒以及成員周庭呢，就是被帶到這里來。而透過鏡頭可以看到，現場已經聚集很多的媒體，而2個人呢，下午即將被送到西灣河的東區法院。第81月集會進程，對民間人士甲區議員攏去互抓起來。面對反送中的抗爭，香港政府才公開溝通，不過民間團體感受到的，說是合法集會申請去互刁難，應該要有權利去互限制減少真濟。你合法遊行也不可以，因為他所有的遊行集會他都不批准的話，那就變成你要出來集會的話，你就要冒這個違法的險，然後他可以以後秋後算賬的話，他也可以抓你。進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面對抗爭有考慮的引入緊急法，用法治的手段來移駁制亂。香港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表示，今麥香港政府想要製造香港戰亂的氣氛，就有可能趁這個機會引用緊急法，禁止人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而且把香港的經濟毀掉，等於講是大家做伙死。把整個社會放這個紅色的恐怖之下，根據立法就是簡單說就是無法無天，它不需要經過立法會
同意，他可以做什么也可以，可以停这个互联网，可以充公所有人的财产。虽然无人知影讲敢真正会行到这步，啊，不过香港政府一直抓人，而且面对发起的831游行无去互核准，这个代志互民间团体甲议员拢研判，会引起反送中运动更较大的抗争。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警察在昨暗来抓这示威抗议人士，总统蔡英文也呼吁香港政府逮捕加镇压是无法度解决代志的。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面册来表示讲，公民的人身自由随时会当互当政者来随意剥削，伫台湾是无可能发生，而且台湾人也无法度接受这款的生活。香港反送中社运3个少年的社运领袖陈浩天、黄之锋、周庭这人拢抓起来。总统蔡英文下晡来到逢甲大学参观学生宿舍，特别讲到对少年人的关心，因为香港政府应该多多来参详，逮捕镇压是我都解决代志。政府这种用逮捕或者是镇压的方式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要做的就是跟人民好好的对话对于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一些在过去他们所做的承诺，以至于对人民的期待也要有所回应。屏东邦寮乡政顾问李旺基到香港了后失去联络，总统也表达关心，强调了委会已经介入了解。面对香港反送中社运人士被抓，总统蔡英文被表达关心，也过回答问题却是真小心。经历人生的一关又一关的考验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勇敢自信那么同时呢国家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他们那这是我们我相信全台湾人都是这样想的。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伫脸书顶面就讲甲较直接，伊讲香港若为少年民运领袖遭到港府不明原因逮捕的消息，香港今年已经正做公民的人身自由随时应被当政者凊彩剥夺的所在，这款的情况伫台湾无可能发生，台湾人也绝对无法接受伫这款的政权统治下来生活。香港伫不到24小时内底，连续甲最为异议人士抓起来。分别以陷害他人无经过批准的集结，也有组织这罪名，伫机场地铁3家厝内底被抓，也引发各界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日到半暝3点多时阵，彰化埔心有一间树林工厂发生大火，也因为这个树林烧过有臭味甲乌烟，已经严重影响到附近的乡镇。虽然环保局是有派人到现场来监测。不过，民众也烦恼讲，除了空气以外，可能连田拢会受到污染。卡头基伫火灾现场斗3工消防队来进行处理，啊，不过大雾气就搁随开始导火伫烧。埔心乡田里这间塑胶工厂日到半暝发生火灾，啊，不过消防队一直处理到30个日时，也无法度收队，而且树林烧起来了，唔来造成空气污染，落来有18码污染到附近的稻仔田。伊塑胶树林行一寡有毒安尼尔，空气是拍拍走啦，但是即么产是个人一家，即么惊是土壤污染。那我们希望我们相关单位能够做出比较具体的一个监控方式。那我们一大早也联系到我们所有的各科室透过包括环保局、农业处这边提出最大的监控。发生火灾的工厂后壁，有一大批田都已经去互烧甲臭火搭，无去互烧到的稻仔嘛，当看到有一搭一搭乌乌，田里的水嘛铺一烟油。农民认为，这期的水稻仔可能无法度卖而且嘛烦恼讲，若是这寡垃圾水，互土巴来吸收，可能长期拢无法度来种植。附近的民众嘛烦恼讲，敢会产生无色无味的中毒带奥辛。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氮、悬浮微粒，然后硫氧化物这些相关的数值是有偏高的倾向。那个橡胶燃烧之后的碳粒，的确在周遭的一些作物跟民宅部分有发现。彰化县环保局表示，会针对4颗尾仔田的土巴，还有水菜样来化验。另外，针对感谢产生带奥辛，买进一步来检验。若是火灾原因，若是人为的疏失，买照空污法来处罚，相关会当罚5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有一间国校的家长出面来指控，讲伊10岁后生日前互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伫咧学校的便所放臭大。经过调查了后，发现讲在2年前就发生而且教育局、社会局目前拢是正咧调查，发现有3个受害者。
虽然讲姓张的查甫人日前放羁押2个月，不过伫咧8月25已经放放出来啊。这家长烦恼讲悲剧会搁再发生，是烦恼到要死。告诉我，他8岁就开始被性侵了，现在他才10岁的小孩子啊，他以后一边哭一边控诉，因为这名家长10岁的囝目前遭受到一名张姓男子猥亵性侵，经过调查才发现受害已经有2天的时间。有心学童的家长是表示，张宪今年6月20号天的暗的时阵，伫学校附近的操场是猥亵男童，经过伊报案了后。张宪竟然隔天又搁到学校内面后白洗，伊要求学校提供监视器的画面，竟然遭受到拒绝，质疑学校处理无好。接到定情的当事员宁愿做介入调查了后，竟发现唔拿有心学童来受害。在这个当中，明明受害的不是只有3个孩子，然后校园要启动全面的清查，孩子到底有多少？黑数在这当中，那为什么校长那个时候没有通报？如果那个时候通报收不走，我小孩子就不会受害了。教育局是解说，因为张宪是校外人士，案发的地点嘛无伫校园内面，按照性别平等教育法规定，毋是属于学校的性平事件。但是校方第一时间是按照法律进行社情通报以及校安的通报，未来嘛配合检调作业协助侦办。而今日开学了后，就会马上进行第2阶段的清查，确定还有其他人受害。先滚雪球的方式清查。那今天是这一个新学年度的开始，我们会再进行第2阶段的清查，在就是保护学生的隐私相关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再做清查。但是社会局是指出，介入普陀有3个人，只不过张姓嫌犯遭受到检方有护性的扣押2个月，8月25号是已经交保。家长是烦恼伊阁会出现，教育局是强调将会配合警方加强校园的安全。而本案嘛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记者王正混蛋报道。海军伫左营第2港口扩建工程，安装伫咧第2港口的外海，起一个大约1500公尺长的防止海涌的保花。毋过，雪甲这个蚵仔寮渔港，敢若差800公尺尔，造成当地渔民要出入有影真困难。渔民也指控讲，官方伫咧这个时阵，敢若开了2摆说明会了后，就消失甲无影无迹。毋过，却伫最近，甲这个相关的工程来发包。渔民也呛声讲，军方若是无来协调，未来可能发动海上抗争。即寡停伫咧蚵仔寮渔船甲竹排啊，一天上无出海一届。毋过当地渔民发现，未来海军会伫海上起1500公尺长的布花，渔民出海港口甲预定要起的布花，干若200公尺。渔民认为安尼船无好驶，而且布花完成了后，渔民就该驶搁较远的路，一抓上无爱增加3倍油钱以外，而且该面对搁较大的风险，若是无细致就会出代志。你军你要做，你嘛是爱讲，互阮遮渔民的生活一下。你无阮先求提的空间，阮根本遮渔民迄个200几只竹排啊，根本单就收起啊，无头无路啊。渔会表示，军方去年4月份甲7月份伫渔会拢有召开一届说明会了后，就无通知后壁要安怎处理。毋过2届会议拢无甲地方达成共识，所有渔民表示，工程小连续来发包，准备要动工啊。也是希望他能够提出具体的说明书，然后再召开，让渔民召开一个说明会，让渔民了解他们要怎么样去做那个施作情形，那怎么样来保护我们渔民的一个工作权来如何来让渔民有一个生存的空间。海军司令部强调讲，左营2港口分化是国军的重大建设，对国防安全的影响真大。专案委托成功大学评估过，对渔民的影响无大。毋过会收集渔民的心声，还有因的诉求，积极来甲地方沟通，而且会请法律顾问来研究补偿的法规相关办法，希望可会当保证渔民的权益，嘛会当互建设来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世间讲是食酒甲喷风。虽然酒啉了后袂当来开车，这个新制伫7月来施行，却一直有人酒驾来出代志。7月份也有6个人因为酒驾来死亡。行政署统计今年顶半年酒驾死亡人数是到81人，比去年是增加100多。酒驾防治协会也批评政府讲是恁宣传不力。顶个月，台中一个婚姻人伫透早互啉烧酒的开本所车的人弄死。7月新制度实施了后，酒醉开车造成事故依然不时发生。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顶半年1月到7月，
酒醉开车事故死亡人数81人，比去年同期49人是悬出一倍。这是大家还不了解这个严重性，投机的心理还没有被拿掉嘛？所以这个宣导要更强力。这个新制度加重酒醉开车罚则加坐公车的人的处罚，警察也扩大来检查。看这7个的处地有8546件，比去年7个9000多人较低。不过，酒醉开车造成死亡的人数一共有6个人，超过去年同期的2个人。伫交通部讲会加强宣导，明年3月对酒醉开车累犯会有新制度，新增加爱治疗，也佮加装酒精锁。都已经由公路总局、会商、卫福部在讨论当中。另外，针对酒精锁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是请我们财团法的车辆安全审验中心去参考国外的规定的研拟相关草案。那我们最快是预计9月要邀请相关业者讨论。针对5年来2摆酒醉开车被吊销驾照的累犯，必须爱上防治教育，也是讲治疗，才法度重新来考取驾照。重新考驾照了后，车必须爱强制加装酒精锁。新制度有计明年实施。这阵草案意外在建议，只是这阵汽机车若是安装酒精锁，有未少状况爱克服。像是机车装设酒精锁，可能会有风吹雨淋开歹去。要这阵酒精锁已经有及时回传侦测结果。而市面上的有红型酒精锁提供一般开职业车的人使用。针对累犯的犯罪型酒精锁，认为需要新增加防备警示功能。比如说，我今天这样往副驾驶吹，可不可以？在行驶的路途中，需不需要抽测？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一台车周遭的人知道说是酒驾在开车？有业者讲，酒精锁计销大约在4万左右。另外，治疗这阵是无相关法律规范，也有公路总局甲卫福部进行研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对着家和来看发展，中美贸易战敢有可能有改变的机会呢？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也表示讲，为着要避免贸易战是愈来愈大，中国暂时未有报复的手段，也有可能伫9月时阵会甲美国来重新谈判，连带影响到29美股3大指数收盘时阵平均拢超过1%外。美中贸易战若像有较小套的模样，中国讲可能袂对美国最近贸易战的举动进行报复。就算中国反制手段有够，也毋过考虑到最近的情势，应该优先避免战况升级。我们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取消对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防止贸易战继续升级。中方正就此与美方进行严正交涉。因为受到贸易战较小的气氛鼓励，29美国股票3大指数收盘拢起，道琼斯指数起326.15点，起1.25%；标准普尔500指数起36.64点，起1.27%；纳斯达克指数起116.51点，起1.48%。If we start to see signs that a resolution might happen sooner, like potentially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n I think there's reason for the market to move higher. 高方讲，美中双方当地讨论9月份敢是要去美国谈判，当地继续有效的来沟通。双方经贸团队确实一直保持有效的沟通。关于细节，目前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通报。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m not sure they have a choice, and I don't say that as a threat.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 choice. 美国预计伫12月15针对中国的手机、notebook、七头米啊，还有3来给15%的关税，而且按算针对25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对25%的税率佫提悬到30%。最近美中双方是要安怎谈判，嘛变做市场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过去2礼拜，印尼的巴布亚经济一直拢无讲真稳定，也因为种族歧视所引起的独立抗争，当地民众伫29迄天放火烧地方政府的大楼，也有其他办公大楼、甲商店以及着加油站也互放火。这款情形也逼到印尼的总统佐科维多多亲身来呼吁民众讲爱宁静。庆声一声过一声，为着镇压示威的巴布亚人，印尼警方向抗议民众发射催泪弹，抗议拖烧将近2礼拜。29号又搁发生有巴布亚民众放火烧掉一个地方政府大楼，佮有其他办公大楼、加油站木人放火烧去，互印尼总统佐科威佮一摆出面苛抗。Saya minta masyarakat juga
tenang, tidak melakukan tindakan-tindakan yang anarkis, karena kita semuanya akan rugi apabila ada fasilitas-fasilitas umum, fasilitas-fasilitas publik, fasilitas-fasilitas masyarakat yang kita bangun bersama menjadi rusak atau dirusak.这个月17号，警方让入去巴布亚大学的宿舍猎捕涉嫌迫害国旗的43名学生，因为过程真暴力，葛嘛学生是追告施教，等引发巴布亚省抗议种族歧视，要求独立的状况。有激动示威的人，嘛有采取和平抗争学生。对印尼政府承诺会努力发展巴布亚省，这些学生是拢不相信。 Upaya yang dilakukan oleh pemerintah pusat melalui aparat maupun Komnas HAM, bagi kami orang Papua tidak percaya. Karena apa? Yang lakukan dan ujaran kebencian yang mengeluarkan ujaran kebencian ini pihak aparat. Bagaimana mungkin aparat mau mengadili dengan dia sendiri? 因为示威民众提出举行独立公投，也请他优步分析，这互人想到20年前举行独立公投的当地阮，是毋是会当甲当地阮同款该看状况？也毋过若是巴布亚真正独立，真侪印尼人可能会责怪美国甲澳洲伫幕后煽动。也毋过上应该检讨的，也是印尼社会对巴布亚人的歧视。记者台视报道。 人讲家己栽一丛，较赢看别人。最近国际有名的咖啡公司进驻非洲的莫桑比克，除了种真侪咖啡树仔以外，另外也协助当地来修复雨林。而且这个国家也伫8月初时阵签订和平协议，互真侪民众选择把武器放落来，改种咖啡，造成双赢局面。 贝尔昆哈甲咖啡豆仔分类拍互打，甲破去也是变形的豆仔拣出来。伊是7个囡仔的妈妈，为着要生活过较好咧，伊自4年进前开始家己去种咖啡来增加伊的收入。Una pesarisi, una passua mare, marinea tina tenkeravana nguzo kwenda xikora, sabau, makajereno. Ndizo panapfaliwa swinazo zvene. Maningimbo anauyawo kunzako kulimawo kafe nkhona dinero linobataisha. 伫莫桑比克，超有400个像贝尔昆哈这款在地种咖啡豆仔的人。 拿种咖啡，拿复育当地消失的雨林。8月初，莫桑比克政府甲反抗军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组织达成和平协议，互来年的军事战争结束，而且反抗军的总部就伫咧戈隆戈萨山这片咖啡豆仔的山地附近，伫咧中部平原面顶1862公尺的管道，大部分拢是热带顶部森林。 We've already planted 300,000 coffee trees. And every year, every subsequent year, we hope to plant between 200 and 300,000 coffee seedlings to create a maximum impact for the community and to have something that really addresses this sense of urgency for the rainforest. 戈隆戈萨山有超过800个反抗军，住伫咧这3座军营，嘛限制咖啡甲其他农业的发展。和平协议签订了后，有愈来愈侪人放下武器改种咖啡，而且咖啡的经济效益增加，嘛会当期待更较久长的社会经济。莫桑比克毋是像伊索比亚甲肯亚共款，去互认为这是咖啡的生产大国。啊，毋过戈隆戈萨山面顶真特别的天气，佮加上发展愈来愈好的咖啡豆仔，莫桑比克未来嘛真有可能变做非洲的生产大国之一。 记者综合报道。伫南美洲的阿马总利亚雨林是继续伫咧发生森林大火，引起了全世界伫咧关注到雨林的保育甲开发议题。而且在这雨林内面是有上千万的生物，靠着雨林的水伫咧过生活，咱也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冲着水量甲一光是亚马逊雨林运用办法的根源。透早一朝蒸发，下晡搁落润雨。 内底暖空气吸收来自大西洋云层，为亚马逊提供更加侪水汽，甚至用甲树根。热带雨林创造了自己的雨水节奏，但并非所有居民都受益。对切叶蚁来说，每一滴雨水都像飞弹，但是一种生物的灾难是另一种生物的好运。在这座森林里传播种子的是鱼类，而非鸟类。 平时所有亚马逊地区拢是真实的雨林。伫亚马逊东南边1000公里的卡廷加，当年苦旱，水资源真少，只有降尾狗甲盐喷器才伫遮生存。雨水落在热烫烫的岩石上，短短几天内，严峻的卡廷加就有所回应。
环境起了变化。在短时间内，这里将是一片充满绿意宜人的土地。亚马逊河沿路滋润周围的环境，河水落在海拔山脉古老森林，创造世界奇景的伊瓜苏水墙，就算伫川流的水墙，也有生物伫遮生活，大乌有烟伫遮作秀，长边晚蠅伫遮拍拉。为扩大卡停车到伊瓜苏水墙、亚马逊河流域，运有了算袂清的动植物，人类必须守护这片净土。记者综合报道。日头火学运期间，又因为警方驱离者占领行政院民众，发生了闹火冲突。前总统马英九加前行政院长江宜樺等4人，被指控因是杀人未遂。也因为这个案件，马英九今仔日用着被告身份来出庭。伊强调讲，民众用暴力的方式入到行政院，政府驱离是合法的，也符合大多数民意期待。而且处理群众的事件，无需要伊来下令，所以伊也主张讲，伊家己是无罪。总统，我们觉得要来出庭，我觉得很难过。面对媒体追问是不是为了出庭而感觉艰苦，受到为太阳花学运期间，警方驱离313占领行政民众闹火案出庭的前总统马英九无做回应。这自诉案起因伫西州13位民众控告马前总统下令前行政长江宜樺、前警政署长王道军、加时任中正已经分局长的彭永玲驱离占领行政的民众，致使因受伤闹火，所以犯下杀人未遂等罪。不过马前总统伫法庭上主张无罪，强调民众以暴力方式政治正义，和中央政府袂顶袂当，任何民主法治国家拢无法度容忍，政府有责任驱离。政府呢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一定要排除他们的干扰，以维护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安全跟正常的运作，这是合法、必要，而且是民众所期待的。江宜樺强调，警方是依法执行驱离，伊组织违法，对相关指控未当同意。王道军甲彭永玲也强调，警方无作为的道理是依法进行驱离，无下令的问题。马英九也主张，警方主动依法驱离，无需要总统下令。下令以武力驱离群众，造成民众呢流血受伤，所以呢构成犯罪，这个完全不是事实。我在行政上既没有必要这样做，在事实上当天我也没有下令，所以我对我的清白有信心。因为4人拢主张无罪，甚至要求法官裁定驳回自诉，以维护自身权利。不过自诉人方面也是要求定上调本案相关刑事民事案件的证券，作为证明4人有罪。法官尾仔完成庭审，当场通知11月29号搁开庭。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第30来公布着新的党务人事，党主席徐永明也讲，不分区的立委因要拼配合，要互时代力量成做国会的关键力量。也若拄成立的一边一国行动党，也讲要拼3个不分区的立委。2020投实力。2020投实力。经过人员离开的危机，时代力量3个前后任主席港台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公布党务新的人事团队。新的正副秘书长平均的年岁，敢若31岁半，要互时代力量有新的模样。望2020变做国会的重点。现在我们把目标定成200多，希望能达到8位不分区立委能进到8个委员会里面去。希望我们6位区域候选人都可以全上。我绝对不希望下个会期的立法院变成空城计啊！一个礼拜要开3天的委员会啊，打假球，开一个134一次会。除了立委选举，时代力量敢会家己提出总统人选，徐永明讲交予党代表大会提出看法。若是有媒体建议讲会当定调赖清德的参选，徐永明表示党内无安尼的讨论。除了时代力量要争取小党的生存空间，一边一个行动党嘛伫30召开记者会，定下无分区3席立委的目标。单席立委是我觉得是最少的目标了，也不会排斥民进党跟他们有协商，我们没有分什么小绿大绿的，我们就是正绿哈，我们就是正绿。那然后只要认同我们的观念跟主张信念是一致的话，都可以合作了。小党是向准2020立委选举要全力来拼，不过一边一个行动党到今还未得到内政部的核准，甲台湾民众党已经得到核准比起来。
有记文认为内政部是大细心，内政部是回应讲，所有申请案拢是共款的，绝对无因讲的迄个意思。记者综合报道。在昨暗花营宣布讲，要甲大量员工死头路的计划，拢总有2100名员工会拢总互死掉。有员工也表示讲，伫咧昨暗就透暝收物件，要搬离开宿舍。同款是台东集团的立能科技，也在今仔日也举行着股东临时会，讨论着路痴以及着选出清选人，可能因也面对着解散的问题。花营龙潭总部30早起的员工是减真济，因为花营一直了钱，预告宣布2100员工全部裁掉，干那留50个人左右。真侪员工已经透暝来家己的物件拢款好，物件收来就走，而且还有设备的厂商来甲设备收倒转去。拿东西是不是？没有一些温度计，嘿，随后过来的回收，今天应该最后一天的，所以赶快过来拿。我们今天就是要搬宿舍，礼拜3之后已经有类似说叫我们开始要赶快搬了这样子。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那个迹象了，生产线都没再走了。劳动局好用花业公司员工的薪水、资遣费，还有退休金，拢按照劳基法的规定，嘛表示会协助劳工来申请失业给付，还有刷落来转介就业，而且嘛向母公司、台东公司来发声，要求出面共同处理解决。我们已经有派同仁到现场也持续跟公司的高层联系。后续收到大姐计划书之后，我们会协助劳资双方进行协商，也希望能够劳工的资遣费还有退休金都能够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另外，台东的子公司立能科技嘛改善清算，30举办股东临时会，内容是讨论撤销公开发行改善清算。立能搁一再强调讲，进行改善清算等等的相关定数的时阵，而且股东会所选任的清算人照法令来规定，会优先保障公司员工还有借款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笑神得人听，较赢公公得拍拼。伫咧93军人节之前，国防部也举行着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活动得奖者内面有一个上届成人目的，也就是穿着国军仪队制服的小列兵尚杰温，伊也是有史以来上届有气的得奖人。中国小尚杰恩同学，全国军仪队制服接过蔡总统手中的奖座，鼓励莫杨钦大家敢讲。特别小学2年的小列兵向杰温得到108年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个人奖，成为6年来上少年的得奖者。我很感谢小英总统颁发给我这个奖，谢谢一队大哥哥教我枪法，也谢谢爸爸妈妈教我谢谢爸爸妈妈让我实现这个梦想。原本根据陆海空军服制条例规定，不是现役军人无经过许可免穿国军制服，不过伊事前有得到国防部核准。而贡献奖团体奖是由进前王中区服役的单位陆军装甲武士两旅得到。旅长欧嘉伦讲，部队透过营区参观，甲举办战斗营等活动，有近军民距离，对进前王中区的代志会记咧这驾驶。在各级的长官以及我们历任旅长的这个领导之下，我们早已走出这个阴霾，甚至说都已经没有在这个，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教训。服役超过70年，海军切比级长水南海西军舰伫去年完成大修后，重新投入战备演训。第二度汉光演习甲各项操演中圆满达成任务，得到今年国军模范团体。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头一间以公民素养为主的中山实验小学，在今仔日开学了。日后教室的课堂就是公民课堂，也设有真人图书馆，邀请专家学者甲学生近距离来对话，或者囡仔未读死册，会当另外运用家己知识，家己判断，家己解决问题。教室内底坐到阵，大家在提问发言，交换彼此的意见。这是新北市中山实验小学的公民素养课程，讨论主题就是破爱做到底是不是用做，又是不是爱牛做。别人受伤或不舒服，别人看不出来，他要别人礼让座位，别人也不一定会让。这样的话，那个受伤的人很容易跌倒，很危险。万一真的没位置的话，我可以先坐，然后等有需要的时候再让给他就好了。位在淡水的中山国小108学年度都转型的实验小学。
学生该做8点半进前到学校就用的。上课时间也甲大部分小学无同，每节课是80分钟，休困30分钟。1年级到6年级拢是规工上课，也跳脱现有教育体制课纲。除了国语、数学自然是采用课本教学以外，其他就是美德、美学、行动力的公民素养课，对学校扩大到地方、区域、国家，加相关议题放入课程内底。伊来用透过讨论到底来想，也是有真人导致管课程，邀请学者专家甲学生对话。我们认为，那个孩子呢，终究是要回到社会，因此呢，在公民行动的部分呢，尤其是对社会关怀。的部分应该要特别琢磨。那同时呢，我们觉得说，将来的一个社会孩子呢，目前的一个学习是并不足以因应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把素养部分提高。好好强调，素养是12年国教新课纲重要关键字。未来学生学的唔只是课本上知识，更加重要是透过知识加态度加技能，并且家己判断解决问题，而且就是自细汉爱培养的公民素养重要原因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历史博物馆去年休馆进行整修，也对库房的文物进行清点。所发现讲，自1975年委托艺术家采购72幅仿毕卡索手路的画加海报，本地认为讲这是仿的。所发现讲有3张的石板画，加1张的平板画，经过专家的鉴定，认定这是毕卡索本人的作品。那作品呢，可以看得到母亲跟哺乳小孩的这种非常温馨感人的一个情境。这版无虚注是艺术大师毕卡索所画，原本保存伫国立历史博物馆70多年，想不到拄着去年闭馆整修，官方进行63000件作品搬出作业时，意外发现1975年委托艺术家买的毕卡索72件复制画。海报当中无遗注青年权、混照甲太阳以及和平混照在内，有3张石板画甲1张平板画，拢是毕卡索的版画原作，拍卖价上100万。照理讲，做完了以后，他的版他就毁掉。像皮卡丘的话，几千万了，然后他把它缩小，用印刷的做成版画，那就是复制化，几张有没有？然后这个就要用铅笔签，这是现在1963年以后规定要这样签的。为什么过去无法度认定国内版画研究第一人的钟友辉表示，台湾过去对版画认知概念较无够，而国际画家协会一直到1963年才制定正式判别标准，然后就版原作下边必须创作者的版号甲签名。偏偏这年拄好，这4部作品年份无适用新规定，只好透过判断旧版的技法甲签名。现在已经在南部有接触到这个一家，好，我们也欢迎各大专院校，如果基于这个艺术史教育的目的，我们都愿意非常乐意的合作。旧版原作啥物时阵会甲大家见面的馆长表示，会将作品用无酸纸、无酸卡包装，防止受谈。三库房各界摄影短期内对办线上展览，后民众欣赏，而且甲南美馆接触合作，相信真紧就用对外展出。记者综合报道。古迹台中州厅、台中市文化局认为讲，本地要交予文化部做国笔字馆的规划无够热烈，提出讲要甲台中州厅保留做办公加商业的活动。不过文化界也认为讲，国定的古迹台中州厅，若变作是商业空间，恐惊会失去文化主体性。巴洛克风格台中州厅曾经是日本时代中部县级的政府单位，更加是台中市的地标。民国91年登录处历史建物，今年4月25号，文化部公告为国定古迹。去年台中市政府甲文化部签订合作意向书，计划收获了由国美馆来规划国美馆台中州厅园区。但是即马台中市政府有意要保留州厅本体建筑。让它做一个办公的一个厅舍，然后保留一部分的空间能够来提供一些类似像咖啡啦，或者是简餐之类的东西。文化部代管30年的话，因为州厅是我们唯一公有，目前我台中市政府唯一拥有的一个国定的一个古迹。二馆的话，它整体的经济效益，民众跟议员是比较有质疑的。台中市文化局表示，未来希望留下州厅本体建筑，延续原本办公的用途。搭配着商业设施，其他2公顷外，还佫是应用来创作美术展演的空间。对这款的改变，文化界人士欢乐讲，国定古迹的文化价值甲历史的意义，会伫商业包装之下变无去啊。州厅本身的文化历史价值，它本身可以实用，却成为它的
这个商业的点缀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能够去发挥它完整的价值，它其实可以去带动周边整体区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火车头。台中市厅本体收入计划，台中市政府出2.5亿，中央3.8亿，整体园区总经费是10亿外，配合台中文化城中城历史空间再造计划，预计明后111年底来完工。对州厅是交予文化部，也是台中市政府家己来使用，中央甲地方政府拢保留了合作的弹性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时代，伊是新丰特工队训练基地的虎尾建国兵仔寮，是全国唯一阁留落来的农村型兵仔寮。目前正在进行保存计划，用旧的修理草旧样，要重新展现出兵仔寮的特色甲战备文化。原本住伫关村的牛伟晶，今年已经68岁。伊今日起改造了后的虎尾建国关村，想起家己做囡仔时伫遮生活记忆。虎尾建国关村是日治时期新丰特工队的训练基地，嘛是全国唯一保存的农村型关村。1804年6月份，互训练官登录做自乐建筑群。有一些旧的房舍，它有稍微整修，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原貌，但是至少我看到我们以前厨房、浴室。还有我们住的房间，有一些旧观的轮廓还存在。为着要保留虎尾建国1村2村，文化部补助总经费1亿，进行再造历史现场专案。目前头期工程已经完工，关村房舍进行地图维护，保留原本的建筑外观，要呈现过去的空间甲特殊战备文化的地景，希望甲关村创造出新的景点。这个眷村对外希望以 OT、BOT、ROT 的方式来做促参。用一个比较就是民间跟公部门的一个合作方式，用较快速的方式，让这个1村2村未来的整体规划可以尽快的就是实现。文化处表示，虎尾建国1村2村面积大约30公顷，房舍有90栋，希望未来引进民间投资，做伙甲虎尾关村保存落来，搁再发展。所落来嘛举办市啊、艺术工作坊等等的活动，希望互搁较侪人体验关村文化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金门清洁队员日前伫咧做回收的时阵，发现讲有2个茶的盒仔，而且内面缀着写毛笔字的纸，想袂到竟然是乾隆到民国年间的契约书。文书工作者也讲，一寡42件清朝时代的地契买卖文件，就当了解到金门200多年来的社会活动，实在是捡得宝啊！这2个茶盒仔内底有几台纸，面顶真侪楷书，写甲满，内底有真侪拢是清朝的地契、买卖文件等等。这是金门金城镇的清洁队员日前伫咧管理体育馆头前做回收的时阵所发现的。文书工作者指出，为这历史文件会当找到200年前金门社会活动的痕迹。这种民间书契，那基本上没有官方的官方作证，所以我们也称作白契。尤其有些币字是呈现有阴银，我们的字钱还有同源，那不同的币字也可以反映当初我们的币字活动情形。经过金门镇公所的整理统计，这古契约总共有46件，上载是200多年前乾隆时期有4件，佮加上嘉庆、咸丰、道光等等，保存完整的清朝契约书总共有42件。林经云指出，为这买卖地契蚵仔田的记录，会当看到清朝到民国初年声名大海罗南油讨谈的移民条，和金门真正是大海式的交响，见证一个大时代。因为保存这一些文物需要一些设备，需要恒温恒湿的一些设备，那公所可能不管人力或经费上，可能也没办法去做这一些保存的动作。虽然在地文书工作者希望这文件会当伫金城原地保留，也毋过考虑到文物的保存需要相当的设备，镇公所后续会将这文件交予金门县文化局来做保存。记者综合报道。有人拜6礼拜未放假，就会来看气象预报，讲互恁知影。北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2度，
东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为26度到36度。感谢您各位的收看，咱马在同一时间再会。